要。大师说：阿弥陀佛，无上医王，舍其不求，是谓之狂。一句弥陀，阿伽陀药，舍其不服，是谓大错。弘一大师以身是法，小以名序，义正证明佛菩萨之大慈大悲与愿力无穷。9癌症病患求佛得救。忏云法师在台湾有一个佛教堂，他的理事长叫曹刚，信佛很虔诚。他的太太生了癌病，听说这个病是不能好的，就各处去请人医治。中医、西医都没有办法。医师叫他到台北，台北有较大的医院，应赶快去调治，迟了怕有危险。于是曹刚就请他的太太去台北，因为他是空军，就住在空军总医院。医师一看就说要赶快动手术，要是再晚2天开刀动手术就不敢担保了。那么定了当天下午动手术，于是就准备一切了。曹刚夫妇都信佛，他太太一听是癌症生在肚子里头，要开刀，他一个妇人家很害怕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就只有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又发愿说要怎样修，怎样修的，怎样度化众生，怎样多诵些观音菩萨普门品，什么拜忏啦，什么吃素啦，什么照观音菩萨的心去度化众生，像观音菩萨那么无心，以众生的心为心，那么众生求我，我就去度化他们。